大家收睇風生水起精讀班。師傅啊，我終於明白你啦。你明白我愛人識個10幾年都唔係好明啫喎，你咁快明？我明白啊，點解你出街嘅時候咧咁串唔理人啊？因為我而家出街咧，個個咧伸隻手好似摸我咁樣咧，原來俾隻手我睇下，個摸下佢哋，贈幾句咁樣咯。咁你開頭應該摸多啲人摸索下先啱噶嘛，你唔同我摸咗20-30年，咁我都冇晒興趣啦。即係而家去摸多啲。你而家要摸啦，我就唔好摸啦，千祈唔好叫我摸，記住唔好叫我摸。咁即係我而家去摸多幾年先係嘛？係啊，摸多幾年之後摸到厭啦，就唔好摸啦。咁好啦，咁你快啲教多啲我哋嘢啦。好啦，即刻教啦，又要教，真係好大壓力。上堂我哋講到手指公講咗一半就好似。係啊，而家繼續啦。好啊。嗱，手指公嚟講咧，我哋首先要知道呢隻叫做金星指。咁第二隻叫做木星指，咁第三隻咧叫做係土星指，第四隻就太陽指，第五隻就水星指，我哋慢慢會教落去噶啦。咁首先講金星指先啦，金星指就我哋嘅大拇指啦。咁佢標準長度咧，我哋睇手指咧，原來呢個叫第一節，呢個叫第二節，呢個叫第三節。咁金星指亦都一樣啦。咁呢個咧就係第一節，呢個第二節，咁其實仲有第三節咧就走咗去呢個手板裡面噶嘛。咁我哋當金星優體，所以就唔講啦。所以呢個第一節，呢個第二節。咁佢標準長度咧到第一節、第二節、第三節嘅中間線叫做夠合格咯。長係代表合格，短係代表唔合格。咁長到幾多叫做太長，短到幾多叫做太短啦。咁如果你金星指長度好似去到第二、第三節中間呢個叫超長咯喎，咁你唔好以為越長就越好喎。原來呢個世界冇話咩都係越長越好或者越短越好嘅喎。原來標準多少少就得㗎啦。因為如果你手金星指夠長呢，代表個人有決心，當佢決定一樣嘢，無論成功或者失敗都夠膽去嘗試。咁呢個第一個條件嚟嘅喎。啲人成日問我，蘇師傅啊，我炒股票得唔得啊？我話得，輸晒成副身家咯，梗得㗎。冇話唔得噶嘛，得贏定輸啫嘛。咁你點知人哋有冇投資嘅資格呢？原來你有冇投資嘅資格，第一件事睇金星指夠唔夠長喎。如果你發現金星指唔夠長啊，全副身家買晒嗰啲藍籌股等收利息啦，千祈唔好人買賣喎，唔係買賣，投資係變投機噶啦喎。因為點解金星指唔夠長，唔可以學人投機呢？因為決心唔夠，可能賺少少，佢又好開心賣晒佢咯。一跌啊，輸到變長指，佢都仲擺喺屋企。啊，所以記住啦，金星指唔夠長，投機唔得，咁做生意得唔得啊？得，預備執笠咯。即係唔好做生意。係啊，原來金星指做如果短咧，就做乜都唔成功嘅。咁如果你金星指短，但係你手掌好白，手掌白係運氣好啦嘛，係咪？咁原來咧金星指短運氣好咧，就可以黐住人哋一齊合作做生意。咁你就做內部行政嘅嘢，就唔好做啲決斷嘅嘢。咁你咪可以掩蓋咗你嘅缺點咯，因為金星指短係決斷慢啊嘛，所以記住長係容易成功，短好難成功，好難成功就一味靠黐咯。又或者好多打工嘅人問我：阿師傅啊，我想出嚟轉做生意喎。我話試咯，你係遞咗封辭職信，跟住諗兩諗，跟住問老闆攞翻封辭職信嘅人，都猶豫不定啊。係啦，金星指短嘅人決定咗都會改變，你知道啦嗱。如果你知道自己金星指只係到呢個位叫做好短啦，咁你就唔好心大心細奪埋心水，一世打工啦。啊，因為你冇咁嘅才能，你就唔會有咁嘅際遇噶啦嘛。咁如果投資低風險得唔得咧？我頭先咪講啦嘛，逢係金星指短嘅人，你唔識投資，又唔夠眼光，又唔夠定力，全部買晒藍籌股收利息，好過儲錢啦，係咪？儲錢得0點幾厘利息。係啊。嗱，所以記住啦，金星指好緊要啊，一定要夠長。唔到第三節嘅中間都好啦，短少少唔怕，因為有時啲人係到呢個位噶嘛，咁都唔係太短。總之唔好到呢條線就得噶啦。咁咪知道啦。繼續。好。長嘅金星指，有決斷力，又唔使長得咁緊要嘅，咁我畫誇張啲俾你哋睇咁解啫。咁你知道啦，個標準係到呢條線嘅中間啦。長嘅唔使解釋咯喎，短嘅。呢個就啱啦，真係到咁短。你哋有我哋冇喎，好似我哋上次度過啦嘛。我都偏短啦，但我冇咁短，係嘛？偏短係啦，突少少個頭出嚟啦。我哋個個都夠長噶嘛。係啊。好似你咁樣揸唔得喎。嗱，唔好話佢咁喎嗱，千祈唔好咁樣度喎。哇，幾長你睇我。咦，係喎。記住，唔好呃自己。首先我正常動起4隻手指，然後拍埋嚟，你見我都係勉強夠長嘅啫。咁發現唔夠長點算啊？因為我自己識睇相噶嘛。
我發現我個人係唔夠決心，都唔係好夠啦，係咪？咁我咪要堅持自己多啲決心，死就死啦，試咗至算。咁就靠後天改變先天嘅缺點，但係大部分人做唔到噶嘛。因為首先第一件事你要知道自己有缺點，係咪？第二件事你要承認你缺點喎。嗱，呢個好難啦。呢個好難啊。第三件事你要改個缺點，原來改一個缺點要5年時間。所以記住啊，唔係好容易改個性格。改一個缺點要5年時間。係啊，要堅持好耐先得噶嘛。好多人你想有決心，慢慢又會動搖，又會動搖，又會動搖噶嘛。人係不停動搖噶嘛，所以手指公短嘅人容易動搖。咁就算改咗佢都唔會長翻噶嘛。唔會長翻，不過你腦係控制到你個思想噶嘛。呢個係反映你先天嘅思想，冇反映你後天嘅思想啦。嗱，有一個好笑啦，係講你都唔信。啱啱琴日新鮮滾熱辣嘅例子。一日嚟算命，2個人同一個年月日時間，係咪好奇怪啊？同年同月同日同時，我以為有一個係遲到啊嘛，咁求其俾個八字我，咁我話係咪佢今日 book 咗 double appointment 唔出現啊？原來跟住再嚟真係第2個人，咁原來2個人個八字一模一樣，仲要啊一個人係有人取消，佢今日攝位嘅，咁即係攝都攝到同年同月同日嘅人喺一齊咯，一齊，咁但係八字一樣。命運一唔一樣啊？唔一樣，唔一樣嗱，所以記住啦，八字一樣，如果照八字係準嘅話，命運係咪應該一樣啊？咁但係佢有個最大嘅唔一樣，一個個眉咧就好差嘅，係一個個眉咧就好粗嘅，眉粗嘅女人點解啊？眉粗嘅女人，婚姻咧，婚姻冇睇我哋風生水面上篇啊！眉粗嘅女人係會嫁少夫嘛，咁簡單。嗱，佢一個女人嘅眉毛咧好疏、好幼、好差嘅，咁原來佢咧就似翻個命，因為佢命叫暗夫命，好難嫁得出。暗夫嘅意思咧，成日識啲有老婆有女朋友嘅人，咁原來佢嘅情況而家就咁啦，嫁唔到啦，係咪？第2個客人咧，佢眉好粗，好似鑊撈咁樣嘅，就嫁咗個少夫，個老公大佢幾個月。咁你係呢個係咩意思咧？係後天環境嘅培養，可能影響咗個命運啦。所以記住，先天係注定一半，後天都好緊要嘅。所以學睇掌係後天可以改變，靠你嘅意志力去改變。係咪好笑咧？同一日，同一個時辰八字喎。呢個仲有個例子好笑啊！講下廢話啦。好啊。我睇一個金融公司，2個經理坐同一間房。2個經理，一個係紐西蘭人，一個係英國人，2個同年同月同日出世，同時調去嗰間房喺嗰間公司做嘢，同時升職。你話係咪好奇怪？一個紐西蘭，一個英國喎，所以做人做得耐好多怪事啊。係咯，咁啱，係啊，所以呢個命有嘢，所以咪話一半係命運咯。嗰個人同樣調嚟香港同一個公司一定係命運啦，係咪？係啊。咁我琴日嗰個例子就同一個八字，佢有唔同嘅命運，一個有老公。一個冇老公，係啊，所以記住係一半先天，一半後天。睇掌嚟講有個好處，佢主要睇你先天嗰個優點同埋缺點。咁你如果發現有缺點，唔好講我係咁噶咯喎，冇得改噶咯喎，咁就冇得救啦，係咪？咪做翻自己咯。咁如果唔想做翻有缺點嘅人，就盡量去改啦。咁啊繼續咯喎，啊廢話講完。嗱，呢個金星子第一節就講決斷，第2節就講考慮。咁人人都係第1節短。第2節長噶嘛，你睇就知啦。嗱，呢個叫第1節，呢個叫第2節。第1節咧10個着10個都係短過第2節噶嘛。原來第2節係一件事考慮嘅時間，第1節咧就決定，所以大部分人咧要考慮好耐時間先至決定得到。咁呢個係正常嘅。咁如果相反，你發現第1節長，第2短，第2節短，咁點算啊？咁即係未考慮就做咗至算咯，即係性格衝動撞板多過食飯。咁當然最好就第1節同第2節就均等長度啦。不過以手指個骨節嚟講係唔會出現嘅，隻手指都係嘅。第1節就短過第2節，第2節短過第3節。嗱，正常嘅差唔多1/2、1/2嘅長度嚟嘅。繼續呢個鳳眼，唉，細個阿媽都氹得好開心啦。嗱，我都有隻鳳眼㗎，我都有啊。佢話有隻鳳眼就有個靚老婆喎，女人有個靚老公噃。咁我就日日研究人哋嗰啲老婆老公靚唔靚，就研究呢個鳳眼。點知娶到個老婆醜得好緊要，個老公成個電車男咁樣，原來都可能有鳳眼嘅。啊，所以記住唔好俾佢氹到啦。跟住印度古代掌相咧就話女人有鳳眼就唔會剋夫。啊，都係呢個古代統計唔夠嘅原因啦。所以記住呢個鳳眼，我發現冇咩用。哦，冇乜特別意思㗎，呢個係。我而家發現就係有鳳眼冇鳳眼
同佢婚姻都冇關嘅。哦本來佢成日講婚姻噶嘛，呢個即係唔使理啦，係咪？呢個位廢話都講咁解啫。 OK，下一 part 翻嚟繼續風生水起精讀班，轉頭見。軟又話濕軟，硬又話濕硬。如果你腳手指公短，軟同硬都冇用啦。跟住軟同孝順都冇聽過有關係。你咁硬，梗係好唔孝順咧。唔係。師傅，我哋咪繼續啦。係啊，又為手指公啊！蜂腰型金星子講過啦，蜂腰型大拇指有辯論天才啊嘛，冇啦，有第隻平滑嘅手指，坦白快脆，直接吸收。嗱呢個最唔好啦，有時啲人手指公咧咬出嚟唔係咁嘅樣嘅喎，係咁樣一個角嘅，即係一咬向後就會咁樣。咁就呢個人咧，千祈唔好同佢合作做生意喎。有頭威就冇尾陣，乜嘢都係搞開個頭就唔見咗人，唔係好多呢啲人嘅。嗱，記住啦，認住呢個手指公啦。哦，金星指強硬挺直，你諗住一定有決心啦，係咪？唔係噃，呢個代表硬頸固執啫喎。硬頸固執係咪一定有決心啊？唔係噃，嗱，記住。強硬挺直係硬頸固執，再加埋長就硬頸固執加有決心，係咪？係。第二個強硬挺直係咪可以短都得啊？短嘅意思其實佢唔係隻手指短嘅，所以你記住唔好誤會，係原來呢個金星指叫高位金星指，就低位金星指。原來長短可能你同我度差唔多嘅，點解我度會長啲呢？原來金星指我哋叫高位，伸得高啲咁解。咁佢可能金星指好長，但係伸得低。佢咪都係唔到個合格線咯，所以記住，如果金星指硬又短，佢係一個好大缺點嘅人。金星指硬就接受唔到人哋意見啊嘛，短就自己冇決心喎。一個接受唔到人意見又冇決心，你話會唔會成功啦？既不能令又不受命，中國咩是絕物也，真係冇得救啦呢啲人。我間唔中都成日見呢啲人嘅，所以記住強硬嘅手指公一定要夠長，如果短咧就加強咗個缺點。又繼續微微屈曲最好啦呢個，你屈唔曲係咪啊？即係硬頸啦，唔接受人意見咯。嗱，記住微微屈曲就係正常嘅，佢又唔好冇力。微微屈曲即係你自然伸出嚟，有啲直情你撳。都撳唔喐噶嘛，你試撳下自己，硬就硬噶啦，冇得呃人噶嘛。係啊。啊冬菇頭就係啦，喐都唔喐得。哇，佢都好硬。成個棍咁樣，咁夠唔夠長啊？夠長就得啦，夠長得。嗱，叫做有啲硬得好緊要，就堅持己見。軟嘅咧都容易接受人嘅意見。咁啊，再教埋第二個先。好。軟得咁緊要啦。有啲軟得好緊要噶嘛，90度啊！咁即係代表呢個人好冇主見，隨波逐流。不過都唔使驚喎，如果佢金星指夠長，雖然佢好冇主見，隨波逐流，但係當佢真係有事決定嘅時候，一樣可以堅持自己嘅意志去實行。所以記住，軟同硬係表面嘅思想，唔係好重要。最重要講來講去都係夠唔夠長。所以記住啦。唔係話軟個人就話咩心軟係咪？成日有咁嘅街邊成日咁講噶嘛。同埋話孝順啊，以前話有。所以而家係糾正你街邊聽嗰啲錯嘢啦。軟又話心軟，硬又話心硬。如果你嘅手指公短，軟同硬都冇用啦。跟住軟同孝順都冇聽過有關係。你咁硬，梗係好唔孝順咧。唔係。阿冬菇頭，你有唔孝順啊？有冇翻阿媽食飯啊？梗係有啦，日日㗎。所以記住正。我真係啱嘅。如果佢冇講大話嘅話，證明手指公軟孝順係呃人啦，係咪？但係我哋可以引證㗎嘛，我哋唔係識睇掌啊嘛，我哋仲識睇相啊嘛。阿冬菇頭有翻屋企食飯係啱嘅，因為眉眼距離闊，我哋成日講笑，嫁咗偷都偷啲米翻來家，成日掛住屋企嘅人啊嘛。所以就可以印證呢個係錯㗎啦，軟就話孝順。硬就唔孝順，原來呢個硬唔硬頸，即係硬頸，不過好彩夠長，咁啊繼續咯。金星指第一節起角，嗱，原來呢個咧叫做節拍，第二個叫諧音，啊接住啦。咁你見到我咧得呢個咧有少少節拍嘅，所以啲人咧成日見我去
disco 跳舞，就以為我梗係識音樂啦，係咪？係原來我對音樂一無所知，點知啲 DJ 又全部識我，好似同類人咁樣，我頭髮又長，係咪？點知一個咁冇音樂天才嘅人，成日去跳舞，因為我有節拍覺，不過冇聲音覺。啊，第二隻，聲音覺。聲音覺。你見我的咁多都冇噶嘛？係。所以邊個人唱歌打緊乜嘢歌，乜嘢 music， 邊類 music， 啲人問我，我點知？我淨係知好唔好跳嘅啫嘛。冇天才就冇天才，所以冇辦法，跳足20年都冇天才。又繼續，金星指頭成方形，本來金星指已經如果長大咧就有決心。方嘅手指我哋教手指甲時候教過啦，係咪？手指甲如果方就代表實際，咁即係加強佢嘅人實際。繼續。圓形，我哋講個圓形啦。圓形除咗講5隻手指都圓形，就有審美眼光啦。咁手指公圓形咧，代表個人增加個變通性。總之同睇掌形差唔多嘅啫。方就一板一眼，圓就係變通。有嚟啦噃，扁就最衰啦，敏感疑心重。啊，所以呢個最難同人相處啦。佢扁係呢度扁就成隻。佢直情咁樣好扁嘅，佢有啲咧成隻手指正常，去到呢度咧扁出嚟。咁你打橫睇個手指頭突然間扁，你就知啦。我哋好似都好多扁嘅噃。咦，大把人係咪扁啊？係大把人扁啦，係啦，但突然間扁到直情似呢隻一樣嘅。師傅，我左手平啲，右手好啲㗎。係喎，30歲就變咗啦。嗱，30歲前情緒唔穩定，疑心又重，但係佢而家改變主意。30歲後嘅人變咗好啲啦。啊，所以記住啦，左右手要一齊睇嘅，你要知道人哋開頭點樣，慢慢變成點樣。繼續。金星指成臂形，咁呢個臂形係活動能力、活動家啦，係咪？可能係中意發明嘢、好活動嘅人，呢個冇乜特別嘅，加咗手指頭嘅意思一樣啫。嗱呢個咧，哇，就奇怪啦。咁腫嘅？我學嘅時候，同埋啲書記載，棒頭型大拇指有殺人嘅傾向。嚇！不過我香港見過好多隻棒頭型大拇指咯喎，棒頭型大拇指就手指公第2節一個波咁樣。咁係咪一定係短咗啊？手指公一定唔夠長啦，係咪？係。因為佢呢個變咗圓形啊嘛。肥咗。係啦，肥咗，手指公唔夠長。咁手指公唔夠長，其實就冇決心。殺人都要決心噶嘛。當佢呢個書記載係啱，不過現實喺香港咧，有棒頭型手指都唔會殺人，因為呢個上學嘅記載咧，我講過啦嘛，係18世紀末、19世紀初，可能個年代根本就好亂嘅年代。嗰啲人有少少衝突，或者個生活係比較困難，佢咪好容易殺人咯。咁但喺我哋香港呢個社會，你其實同人衝突殺人機會其實就好細噶嘛。所以書嘅記載佢可能係配合唔到現代嘅生活。所以你而家再睇掌上書本本都係噶啦，逢係棒頭型大拇指就話殺人手指頭。不過我都見過好多棒頭型大拇指，我都研究過啦。問佢有冇殺人啊？冇噃。咁會唔會暴力啲啊？又冇啊，因為我都會問佢噶嘛，有冇特別暴力啊？脾氣唔好啊？我冇發現咁樣喎，所以暫時呢個都存疑。不過本書都咁寫，我都冇辦法。繼續，香蕉型金星指，又粗又硬又長，成碌棍咁樣，好有決心啦，係咪？係啊。咁啊死啦！好有決心，過分有決心，過分堅持己見，即係點解啊？固執，唔善變通，死由一邊頸。容易俾社會淘汰，係咪？我咪成日有呢啲故事嘅。我中意嗰個行業，我好迷噶啦。你好聽啲就話佢有心去做嗰個行業，唔好聽咪真係死蠢咯。你個行業俾人淘汰，你就冇得做噶啦，係咪？冇得做點啊？坐喺度等死啊？咁你要變噶嘛？嗱，所以其實睇人係兩面嘅。好似最近有個人唔知乜乜乜，俾堆書砸死咗咁樣。好聽啲，你話佢有心；唔好聽啲，你係唔識變通啊嘛。你連基本生存能力你都搞唔到，你搞咩決心啫？我成日講決心好緊要，但係決心係咪要飯碗去支持啊？你有飯碗先搞決心。譬如好似我而家好想幫啲窮人。咁第一件事係咪你首先自己唔好咁窮先啊？係咪最簡單㗎啦？你仲窮過啲窮人，你話走去幫啲窮人喎，得把口冇用㗎嘛！嗱，所以記住啦，如果你發現你有咁嘅手指公，你就要改啦。過分有決心就等於蠢，唔係有決心。過分軟弱又係死啦，係咪？所以乜嘢過分都係唔好嘅，咩都要平衡嘅。手指公講完啦，咁你知道手指公係成隻掌最重要嘅。如果你冇一個成功嘅手指，你其他手指成功咧都唔會好成功噶啦。
下一 part 翻嚟咧，有觀眾獎賞個案，兩組第二招開始準備啦。轉頭翻嚟見啦。我都成日講個故事咧，當初我諗住我一定娶個女仔高高瘦瘦，係小極都5尺8啦，點知整個肥肥矮矮出嚟都殺啦，冇辦法啦，咁點算啊？如果你自認擁有一對奇形怪掌，歡迎參加觀眾獎賞個案呢個環節，將個人資料連同近照、掌上照以及生活上遇到嘅疑難雜症，可以郵寄或者 email 到以下地址，蘇師傅咧就會幫你指點迷津噶啦。又嚟到觀眾獎賞個案呢部分啦，不如即係歡迎今晚第一位觀眾個案陳孝明先生。陳先生，請按獎。好，陳先生，你可以過嚟呢邊坐低。咁而家見到陳先生嘅掌紋啦，今次咧就由呢個水起組開始嘅。咁不如今次由廚師王開始啊。係，咁我睇到陳先生呢個金星優就飽滿嘅，咁代表陳先生呢有愛心啦，難忍過孤獨嘅生活啦。咁佢會早婚，但係金星子就短小，咁就較易會同伴侶離異嘅。咁同埋我睇到陳先生個鼻頭有肉啦，咁就內心無毒。咁加上好，到妹妹。我見到咧陳先生咧係屬於長方形掌嘅，咁長方形掌咧就性情穩定啦，但係亦都生活有情趣，係一個好嘅終身伴侶嚟嘅。咁佢嘅掌色咧就粉紅略偏少少紅，咁咧就係運氣好嘅掌嚟嘅。咁做嘢咧有付出咧就少少付出會有多多收穫。咁咧我見到佢嘅家姐。見到陳生咧，尤其是左手咧，嘅太陽指咧就真係特別長嘅，咁證明咧佢咧比較有藝術嘅才華啦，熱衷於名譽啦，虛榮心都係較為重，所以咧但係咧佢手指公咧就未算係好長，做嘢要加少少決心就可以發揮你嘅才華㗎啦。好，到老虎牙。我見到陳生兩邊嘅掌咧，生命線同頭腦線嘅起點咧都比較高嘅，即係代表陳生咧係有野心啦，權力慾係比較重嘅，中意支配別人，上進心比較強，唔難咧成為一個領導人嘅。好，到冬菇頭。咁陳生嘅手指公咧就比較短，而且眼神又唔夠堅定啦，即係內心同埋外表咧都俾人一種唔夠決斷力嘅感覺，而且佢手指公咧又比較硬，又唔容易接受人哋嘅意見啦，咁就即係難成大事少少。好，到毛仔。師傅，我見到陳先生係有2條婚姻線嘅，咁一條咧就淺，一條就深嘅，深嗰條就喺後面嘅，淺嗰條就喺前面嘅，咁證明陳先生可能會結完婚之後再離婚，之後仲會有一段更深嘅感情咧，就會再婚咯。好，到 model 王。師傅，我見到陳先生咧兩隻手嘅生命線咧都係深而且長嘅，但係我見到左手嘅生命線嗰度咧就有一個大嘅島紋嘅，可能年少嘅時候比較有個大病咁啦，係啦，再加上陳先生咧個眉尾係散嘅，儲錢都幾難㗎啦。好，唔該晒水氣組。咁陳師傅喺度俾緊分數嘅時候，不如睇下陳生嘅背景資料啊。陳先生現年33歲，做咗銀行文員14年，長時間喺一個機構工作。陳生覺得自己失去競爭力，對工作嘅前景失去信心，工作冇突破，感情更加係一片空白。陳生好渴望娶老婆同埋生兒育女，可惜到而家佢都未拍過拖，好驚孤獨終老。師傅。點啊！啲弟子講成，簡直差唔多一敗塗地。一敗塗地咁嚴重？呢一個 model 王就話眉尾散就冇乜錯啦。佢呢個生命線，如果我呢個眼冇睇錯嘅話，佢邊然度靚啫？佢好似寫毛筆字化開咗咁樣。睇下現場先，睇下先。哇！咁差嘅生命線，差得咁緊要，一邊咧就連續好多島紋，係一邊咧就重疊好多碎紋嘅生命線，咁都叫做好嘅生命線啊！唉，真係慘啦，所以話佢有島紋咯。
你話得一個島紋啫嘛，我梗係有聽到啦。佢係連續一排嘅島紋，唔係一個島紋。一個島紋梗係冇事啦，一排嘅島紋就有事啦。唉，阿毛仔又係你發明㗎，前面條短嘅婚姻線就結咗婚，後面長嘅婚姻線就話會離婚再結。咁如果人哋第一段冇結，咁點算啊？就係如果佢結咗婚嘅話，就你冇講咁清楚啊！你冇話如果佢第一段結咗婚啦，你直情講到一個故事咁樣。佢第一段結咗婚，第二段時間會出現段重嘅感情，跟住會離婚再結喎。你係講我本書都唔係咁寫嘅，我本書就有如果啦。咁原來如果你真係一條開始嘅時候咧，短嘅婚姻線一條長嘅婚姻線，咁其實我哋嘅判斷咧，喺長線裡面係出現重嘅感情，我哋一般係判斷佢喺呢段時間結婚嘅，所以叫遲婚先啱。如果萬一佢喺短嘅三排裡面結咗婚，佢先會離婚再結，或者結咗婚之後出現重嘅感情就婚外情。如果咪嗰個係，哇！你講到好似故事發生咗咁樣。其實我想講佢係適合遲婚㗎。你冇講呢句最重要嗰個，你冇講。而家你馬後炮。哇！冬菇頭呢次喎，簡直係全部啱晒喎。嗱，講得最準就係佢啦，手指公短，眼冇神，唔夠決心。最簡單呢樣嘢啦，唔夠決心嘅人就難成功，有任何優點都冇用啦。所以阿老虎啊講嗰啲乜嘢有上進心啊，高位嘅生命線啊，或者係嗰個頭腦線都冇用啦。佢眼唔夠神，手指公唔夠長，你幾有想成功都唔會成功啊！想啊嘛，唔會啊嘛。阿家姐話佢無名指長，點解成日睇錯嘅你哋？有冇新？佢無名指唔係特別長啫喎，略長的咁多啦，又唔可以講你錯。即係咁都唔你可能判斷唔夠啊，手指公短就啱。阿細妹又錯啦，成日撞板㗎你。細妹有錯啊？哦，咁啊睇現場冇錯，呢幅圖樣衰，唔關你事，睇埋嗰隻。啱嘅，現場咧就長方形掌，點解呢隻縮短咗嘅幫佢？呢個唔係好長係咪？原來現場長啲嘅，啱嘅。即係佢都講啱。長方形掌，都係代表個人現實得嚟都有少少變通，不過眼神唔夠又係扣分啦。不過你可能未識睇相冇辦法啦。掌粉唔粉紅啊？掌顏色都唔係好差，冇錯。阿毛仔你唔好成日講呢個金星優飽滿就早離婚，又忍受唔到孤獨，忍受唔到孤獨唔代表一定會早婚。廚師王啊，師傅。廚師王啊，毛仔好驚啊！你咁樣鬧佢。廚師王。你先個縮大個頭啊，廚師王。跟住要記住，金星優係女人嘅優，記唔記得？有冇講過啊？原來女人金星優好飽滿，先至忍受唔到孤獨嘅生活，先至會早婚。男人唔係，男人係咩啊？呢一個係情慾嘅幻想，重；呢個係實際嘅行動，重。記住啦，呢個係幻想，呢個係情慾。所以女人先至係容易早婚，男人唔關事。咁不如俾陳生俾你問下嘢啦，睇下咩想知？都係問下財運同姻緣咯。財運就唔係好擔心喎，因為你個命格15歲入大運，就一路行到呢個65，就適宜做啲辛苦個人力量得財，會計啊、律師啊、或者設計師有個穩定嘅工作，收入唔穩定嘅工作，冇乜大問題出現喎。不過而家呢個運氣麻麻地，因為35至45 10年衰運。45之後咧就有30年運，唔緊要啦，男人45差唔多啦。睇你個相都係啦，嗱眼都話冇神啦。冬菇頭都講你眼冇神啱噶嘛，眼係35至40啊嘛，所以你40之後慢慢去到45開始起運係啱嘅。可唔可以創業？創業45之後冇問題，30年運。而家唔好做住啦，打死都唔好創啊！除非等執笠啦，打工好啲。等你因為成個相咧好容易睇啦，成個相最突出個鼻，最靚個鼻，因為你個相咧缺點都幾大嘅喎。佢哋又冇講錯嘅喎。首先嗰個相額嚟講咧，發覺岩蠶與父母元祖出嚟做嘢，不過好彩唔係太窄。咁第二咧眉尾散眼唔夠神，因為眉就講你個人投機心重唔重，有投機心，不過未必會贏錢喎。手指公短啊嘛，啱啱頭先講過咪？有投機心，如果你手指公長。手指長都冇用喎，有條件啫喎，咁有冇運氣咧？運氣點睇咧？嗱，話俾你知啦，因為講投機有時要講2分運氣嘅，最緊要無名指對落，有呢個太陽線，
或者有星紋啦，係咪？星紋就當然最好啦。如果唔係有太陽線都好啦嘛。即係是但有一樣都會 OK。都係容易投機，無端端撞到買錯 number 都會贏錢嗰啲人。不過嗰個冇你份喎，真係又唔得啦。除咗事業仲有乜嘢啊？姻緣係嘛？佢想問姻緣啊。姻緣啊，其實你就正正常常姻緣命，不過可能個樣悶得滯啫。因為你個命咧性格就正得滯，因為我哋成日講咧，原來我哋算命有分正嘅性格同唔正嘅性格嘅喎。原來正嘅性格係規矩得滯，成日會錯過桃花。女人都係㗎，有啲女人30幾歲嚟算命，蘇師傅喎30幾歲未拍過拖喎。我話我打死都唔信啦，34歲冇人追你。男仔你就話要主動啫，咪女仔實有人追㗎嘛。原來有時啲女仔一來反應慢。唔知人哋追緊佢，以為買定紮花啊，約佢去街先叫追佢。二來咧，原來佢唔啱眼緣，就當係冇桃花。咁但係有桃花唔代表一定會出現過你好中意嘅人啊嘛，即係就會有人追你咁解啫嘛。你個情況都差唔多喎。即係講太過悶啊！一來太過悶，二來個命個樣悶，但係同埋冇講冇桃花。係咪有啲出現你又覺得唔啱，又唔開始當冇啊？定係一生都冇出現過啊？有冇出現過先？未至於冇嘅。係咯，即係證明即係唔啱眼緣啫。唔啱眼緣就即係要謹慎啲㗎嘛都要。唔係因為你個命其實咧有兩個重桃花運，一個20至25，一個30至35，我話冇理由冇㗎，個命明明行緊桃花運。咁即係屬於又係人哋出現，你又覺得唔啱眼緣，一定要出現心目中嗰個仙女或者啲女仔出現個白馬王子，你先叫覺得係桃花，咁唔得噶喎，大小通係好似我咁切少。咪即係佢降低要求。係啦，唔係首先你要有桃花就唔可以心目中製咗個形象先。咁你知你要人哋符合你心目中個形象，其實呢個世界冇可能噶嘛。咁人梗有優點缺點噶嘛。我都成日講個故事咧，當初我諗住我一定娶個女仔高高瘦瘦。少極都5尺8啦，點知整個肥肥矮矮出嚟都殺啦，冇辦法啦，嚟咁點算啊？啲緣分嚟㗎嘛。係啊，同埋你個姻緣運就到2010、2011，尤其是2010啊，所以啦降低要求或者唔係降低要求，係煮到埋嚟就食。咁你有時姻緣你唔知㗎嘛？2010嘅姻緣運呢個唔擔心，反為事業咧就遲少少起步。冇啲咩俾建議俾我，即係咁多方面都除桃花就容易啦，桃花成日叫人哋多啲出街噶嘛，你起碼多啲出街旅行又好，去玩又好，都要多時間認識女仔啦嘛。咁你咪俾多機會自己咯。咁事業就唔使建議啦，因為事業方面你就45先入運啊嘛。你咪而家死做，儲多啲錢，儲多啲本錢，45有機會你就去咯。因為手指公短嘅人我又講啦嘛，遞咗辭職信都翻轉，遞咗辭職信都翻轉頭個人嗰個梗係你啦嘛。所以俾多啲決心咯。建議咧就大小通吃啊！你記住師傅呢句格言啊，記住。仲要唔好咁孤寒啊！識女仔要闊佬啲啊。OK。因為被揼落嚟好孤寒啊嘛，係咪？啊間唔中女仔要氹下噶嘛，雖然唔使金銀珠寶，買啲小飾物都要噶嘛。好啦，佢識㗎啦，唔該曬陳先生。咁轉頭翻嚟咗位第2位觀眾個案嘅話，最後翻嚟見啦。又係 IT 人錯啦，少少爭。你今日就講少少嘢啫嘛，你就話講咗個頭腦先，咪就話講個頭腦先。好啊，身邊好啦，咁你睇。又嚟到觀眾獎上個案啦！今晚第2位觀眾個案已經嚟咗咯喎，歡迎你楊黃素萍女士，楊太請按獎。好，楊太你可以過嚟呢邊坐低先。即刻見到楊太嘅獎文啦，今次就輪到風生組啦，你哋每人有20秒時間。今次不如由空姐開始啊！係咁，我睇翻阿楊太佢嘅雙手咧，佢係有一條水晶線嘅，咁兩隻手都咁，但係睇翻佢係右手咧，就係比較明顯啲嘅。咁可能阿楊太係會比較憑直覺去判斷啦。咁同埋係呢條線亦都係有保護健康嘅能力啦。咁而且佢可能都比較有好到電眼。咁我見到楊太咧嘅手指第食指咧就有少少偏向中指嗰邊喎，咁可能個性格咧就有啲貪心啦，咁或者剛愎自用啲嘅，較為固執，唔係一個容易相處嘅人。不過佢掌色咧就好白喎，咁代表佢運氣都好嘅，一生日記唔算多。好，到魔術師。
咁我睇到楊太咧，佢有哲學型嘅手指，因為手指起節嘅。咁同埋咧，佢左手係有神秘十字紋，加上佢條智慧線好靚啊，所以適合揾啲數學命理啊、八字占星方面係有天分。同埋睇佢下意識動作係思想好愛自由奔放，但係行為好到 IT 人唔該。係咁啊，其實一般女性咧，通常都會比較多雜紋嘅。咁我睇下楊太嘅對手咧，就比較算係少雜紋啦。而且條頭腦線係比較長同埋直嘅。咁啊，算係一個應該思想比較爽快啊，冇咁中意胡思亂想嘅人嚟嘅。同埋而且佢係右手方面咧，係個雜紋咧會比科學生。咁有人睇嘅手指公咧就係豐腰型嘅，咁口才應該幾好，思想敏捷，有呢個辯論嘅才華。另外咧，右手嘅生命線咧係臨尾係開叉嘅，咁晚年嘅時候咧可能有移民嘅機會。好到桃花眼。阿楊太呢有個好大特點咧，就係佢手指公咧比較長，咁啊決斷力咧就比較即係有決斷力。你睇同佢眼神嗰度咧，其實睇到佢稍為比較堅定啲啊。咁佢嘅手指公咧係挺直啦，有少少向後彎，咁係易於接受人哋意見，同埋做人豪爽咧，同埋就係比較樂觀啲。係，咁我見到佢咧木星指咧就比較短嘅，咁就係唔中意支配別人啦。咁而見到佢婚姻線咧就一條深啦，一條淺，同埋比較近嘅。咁第一條咧就較深，咁第二條咧就較淺。咁如果第一條嘅時候咧已經結咗婚咧，就代表婚後咧容易出現桃色嘅事件啦。咁如果喺第二條線，唔該晒大板牙。風生早就講完啦，不如即刻睇下楊太嘅背景資料啊。楊太現年49歲，結婚24年。有一個22歲嘅仔仔，7年前佢同仔仔關係突然間變得好差，兩個人一見到面就鬧到面紅耳赤，最勁嗰次仲試過喊打喊殺，要驚動警方上門調停。而家仔仔已經搬咗出去住，楊太好擔心從此同仔仔緣盡於此。師傅，你好似有啲黑面喎，冇啊，指我係仔細研究。長相要求證㗎嘛，所以原來我係細心研究緊，並非代表你哋錯，唔使驚。阿大板牙，你點樣睇到佢食指短啊？我右手嘅食指係真係有啲短。咁左手咧？左手就冇。我又冇強調。係右手。右手短啊嘛，左手人哋都冇事。咁左手食指長，右手食指短，可能少年嘅時候中意指人做嘢，慢慢就可能個人冇咁傲氣啊，或者個優越感冇咁重啊，冇咁中意指人做嘢。咁個婚姻線邊個係咁睇㗎？記住有兩條婚姻線係代表一段姻緣。你唔好成日講兩條婚姻線兩段姻緣啦，你個街邊睇相咧，嗱記住啊，一條婚姻線係一段姻緣，兩條婚姻線都係容易兩段姻緣。咁婚姻線點先叫差呢？佢有交叉、倒紋啊、分開啊、截斷啊、向上下垂啊，有啲異常情況先係容易出現問題啊嘛。唔係你係見到兩條都話人哋兩段婚姻咪死咯，個個都兩段婚姻咯。你留意下你啦，成咗兩條噶嘛。係啊，好多條嘅就有。兩條係正常，好多條嗰個唔正常啊。呢個唔正常，呢個叫異常。兩條係正常。兩條係正常。只不過咧，一個深一個淺咧，佢好容易喺深嗰條結婚。你係最錯添。未講完㗎，其實。你未講完都話你錯啦，因為咧反為第一條深，第二條淺咧，佢出現問題機會咧就細嘅。反為第一條淺，第二條深，出現問題機會就大啊嘛。因為如果第一條淺嘅結咗婚，第二條好深嘅，咁咪容易婚外情，多數會出現咯。反為第二段淺嘅，佢未必會出現啊嘛。咁呢個健康線、直角線有，不過冇靚得咁緊要噃。右手就靚啲，左手就麻麻地，咁都當你啱啦。直角線係喺邊度啊？直角線係第六靈感線啊嘛，冇咁線啊。哦，直角線。哦，原來佢有另外個別名。原來呢個直角線，直角線又叫健康線，又叫做第六靈感線。咁原來有呢條線咧就唔一定好嘅，因為有呢條線如果生得差咧，就代表健康容易出現問題。一定要生得靚先至有用。好彩你右手健康線合格，冇事冇事。跟住哲學型手指，佢啱嘅，都可以講係哲學型手指嘅，係啊冇錯。咁基本上都冇乜嘢錯咯喎。不過頭腦線點樣講反應快啫？IT 人。我只係話佢冇咁多胡思亂想嘅嘢啫，理性嘅嘢。咁點會代表快啫？我話個頭腦線平啦，不過又哲學型，咁我快定慢啫？哲學型係慢，頭腦線平，你話快，咁究竟快定慢咧？係咁講錯啫，根本都冇講過頭腦線靚係快係咪？
頭腦線咧，我哋就係講思考清晰、目標明確，個人諗嘢清晰啫嘛。係清晰就係快咩？我要諗3年先決定都得㗎。豐腰型，跟住有移民外地機會，都可以當你啱嘅。有移民外地機會啊，係。係啊，因為佢有少少移民線，不過開始淺啊，有機會唔走嘅。啱啦，冇問題啦。咦？咁佢哋都講得幾好喎。都幾好啦。又係 IT 人錯啦，少少啫，少少爭。你今日就講少少嘢啫嘛，你就係講咗個頭腦線，咪就係講個頭腦線。太好啊，身邊啲人。好啦，咁你睇下楊太有冇問題想問師傅啊？我想問下咧，我舊年咧開始就同我仔個關係咧就好差。係。咁我想問下幾時可以咧，即係好翻咯？舊年差都算好彩㗎啦，因為你個命咧出生日同時辰咧就打交嘅，原來日就睇自己，時辰睇仔女。你日同時辰打交咧，原來15至25嘅時候咧，同仔女都會唔夾嘅。佢嘅15至25喎，所以其實就遲咗噶啦。咁咁啱嘅嘢有埋你嘅仔女嘅八字喎。原來你仔女嘅八字咧又顯示咧，23歲之後慢慢有翻阿媽嘅緣分，咁就要捱到佢嘅25歲咯。15至25呢段時間最差。但係如果計埋佢個命咧，23歲行翻阿媽運，最多褪多2年啫，仲要30年都行翻阿媽運啊！所以呢個就唔係好擔心。即係佢哋之後關係會修補。修唔修補就唔知，因為我哋睇命嚟講咧，就唔係睇關係嘅，就睇緣分嘅。因為佢如果喺23歲前唔行阿媽運，23歲後行翻阿媽運，咁就會黐住阿媽。咁黐住阿媽，你起碼都會有聯絡啊，大家有嘢傾或者一齊住先啦。係啊，咁你個命咧就顯示其實同仔女唔夾嘅。咁即係唔知你哋兩個邊個出現問題啦嘛。咁總之就有問題啦。咁但係個問題25歲就會解決啦。有冇辦法可以幫下佢？唔使幫，唔使幫㗎。全一生到25歲啦，仔都幾大㗎啦。即係要等啊，係嘛？係啊，因為你冇聽過獎咩？又話手指公大，硬頸係咪？係咪硬頸啊？雙解嘛。咁佢可能又用佢嘅睇法，就睇而家年代嘅後生仔。咁啊後生仔個睇法又用佢嘅年代睇翻阿媽，實唔夾㗎。即係溝通唔到，我同我媽都溝通唔到啦，冇辦法。係咪？係。咁啊，所以冇辦法啦。溝通嘅嘢等佢25歲啦，又唔使專登搞好多嘢，反為保持大家好似朋友嘅距離，可能好啲添喎。唔好用父母嘅角度去睇。係啊。除咗呢個有咩問題啊？我想問下佢早婚對佢有冇利咧？早婚有冇利？人哋要結都結㗎啦喎，後生仔嘅嘢你阻止唔到㗎噃。嗱咪又嗱就係因為你太過想仔仔係點係啊？唔係有啲人聽到仔女早婚就唔想早婚驚佢離婚。咁我成日答話咩咧？結咗就算啦，離咪離咯，好過你嫁唔出啦。好似上一個個案咁樣，話冇得拍喎。嗱，你揀邊樣啦？一個結婚離婚可以結2次，一個冇得結，抵啲係嘛？梗係抵啲啦。咁你意思後生仔嘅感情你更加冇得勉強啦。好似我哋後生仔咁樣，我細個識女仔或者你細個識男仔，阿爸叫你唔好拍拖，你聽唔聽啊？一樣唔聽。等於我以前個年代，阿爸成日話我成日着喇叭褲，我嘅年代以前喇叭褲有型啦嘛，喇叭褲長頭髮，佢仲剪爛晒我嗰啲喇叭褲。係咪？點知後來原來窄腳褲先有型喎。所以你要跟住個年代變先得喎，順下佢哋嘅睇法啦。跟住佢計數好渣嘅人，不過有藝術才華。有冇做藝術創作嘅嘢？學下設計啦。有冇鼓勵佢做呢樣嘢？佢自己中意咧，但係佢又唔係做呢樣。你要鼓勵佢啊，因為咧嗱，香港好慘㗎，成日埋沒有藝術天才嘅人㗎，因為成日講藝術揾唔到錢，餓死啊嘛。我成日講。鬼知學乜嘢揾到錢咩？以前我個年代學門手藝都揾到錢係咪？而家全部俾人淘汰，冇得做，全部搬翻大陸啲廠係咪？所以好難知個年代點樣嘅。咁係咪屬於藝術家脾氣咧？藝術家脾氣，short 地嘅人。又係 short 地人佢。入電影啊，做藝術啊，創作啊，設計啊，因為佢個人係有時謙虛溫和內向多情多愁善感，有時朝朝夕夕鋒芒不露，天跌雷蕩地咁。同佢講錢，佢就完全唔識計數嘅。所以冇辦法啦。嗱，可能你係計數嘅人，佢係完全唔識計數嘅人，冇辦法咯。但係鬥係唔同嘅性格。仲有咩想知啊？仔女唔使擔心啊，一心平穩嘅人。問我健康同財運。你健康財運都唔擔心啊。健康就有健康線，睇埋個手掌啦。健康線好啊，頭先嗱，手掌咧都唔係好差嘅，咁我睇翻個手掌俾觀眾睇睇啦。咁首先我哋睇翻呢一個生命線，好多雜紋係咪？係啊。好多雜紋咧，呢個咧就由呢度開始睇，睇到呢就中年嘅。咁中年以後咧，尤其是晚年呢度，成個生命線咪深得好緊要，清得好緊要啊！咁就代表中晚年之後就身體開始好啦。咁仲要你健康線左手就好差嘅，斷晒嘅。右手健康線連埋一條嘅，所以都係代表後天健康好啲。咁運氣唔錯喎，顏色唔錯，手指公夠長。
大運都有得行喎，46歲，大運由幾多歲開始行啊46，耐就耐少少，46先入大運，就行到呢一個66。咁入大運嘅時候，仲要一身最衰嘅喎，唔係即刻好嘅喎。咁啊成日講啦嘛，入大運絕處逢生，先死而後生，感情變化，住屋變化，事業變化，所以而家有任何機會，放膽嘗試。有運行啊，唔擔心啊，仔女就頂到25歲。佢唔識計數就冇辦法。唔使擔心啊！你而家仔女冇事，健康冇事啊！唔該晒你楊太，多謝蘇師傅，多謝晒。咁好啦，時間差唔多啦，下個禮拜六晚上10點，記住上風生水精讀班。再見，師傅。師傅啊，我哋下集要摟人咯喎！咁慘？係啊，又要嚟啦！好大壓力㗎喎！頭先嘅表現咧，IT 人又錯啦，係啊，毛仔又自己自創一套理論，簡直叻過我添，即係唔掂啊嘛！跟住之前桃花眼又成日錯㗎喎，好似係喎，不過桃花眼吸引住唔記得啫喎，我哋。佢對眼？係啊，桃花眼啊嘛，唔係點叫桃花眼啫？但吸引咩？你知我冇乜所謂㗎啦。你就係小通氣啊嘛！咁即係佢有啲機留得低係咪咧？睇下吸唔吸引啦隻眼，如果唔吸引招。咁你下次叫佢打份眼妝翻嚟吸引埋我哋咧，咁你下次先知啦。上一集嘅 DVD 有獎問答遊戲嘅答案就係無名指，得獎嘅朋友咧就係以下呢幾位啦。你就可以得到風生水起精讀班面上篇第1輯嘅 DVD 一套，稍後專人同佢聯絡㗎啦。